感谢主，让我们一同聚集，来到上帝的殿中，同心合一的敬拜。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进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耶稣，上帝的儿子，我们应当持定所宣认的道。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及时的帮助。关心圣工。11月3号宗教改革纪念主日培灵会，感谢莺歌教会洪永恩牧师带领11月2号培灵会以及今日2场礼拜讲道。11月3号下午1点长职门训，2点半长职会于教育馆301教室。11月3号中午12点半，儿主教师退休会在教育馆4楼。11月5号星期二上午10点，台北中会于三重埔教会举办第73届第3次议会。11月8号礼拜5晚上8点，在礼拜堂举行祷告会，请兄姐踊跃参加。11月9号礼拜6上午9点至10点，敦亲睦邻环保活动，8点50分教会集合出发。11月10号12点至1点，外展同工大集合在礼拜堂，内容为外展意向传递、2025新一期门训说明，以及10月5号小组门训回馈分享，请2015至2023期外展同工出席。11月23号礼拜6晚上7点至9点举行感恩见证会，有诗歌赞美、见证分享，会后备有茶点，请扫 QR code 线上报名或至招待桌报名。11月10号截止，欢迎邀请福音朋友参加，参加者务必报名，以利统计餐盒数量。圣诞糕开放订购咯，每盒20元，想订购的会友或团契，请至招待桌登记。11月24号截止。廖天才长老10月24号安息主怀，定11月9号礼拜6下午1点告别礼拜于本会礼拜堂。要参加安葬礼拜的兄姐，请至招待桌登记。感谢上帝，于若珍、陈世哲夫妇顺利采下男婴，取名陈真理，恭喜！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主耶稣，我们愿意更多来爱你，跟随你，活出你荣耀的呼召。让我们一同站立，来赞美主。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将自己全人全心都献给你，耶稣。将自己献
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点燃我
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召聚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你从高天伸手抓住我们，把我们从大水中拉上来，领我们到宽阔之地。你是荣耀尊贵，配得赞美。我们在你的宝座前俯伏敬拜，求主借着圣灵保惠师，不断地丰富我们的生命，了解我们是得了多么大的恩典，你是多么奇妙的救主，你是多么爱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知道或不知道的罪，洗净我们，使我们洁白如雪，成为新人。恳求主担当我们所有的悲伤，擦去所有的眼泪，医好伤心的人。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扩张境界，常与我们同在。圣愿献上自己，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因为你丰富的恩惠必充满浇灌我们，使我们瓦器里充满莫大的能力。求主赐福台湾这片土地，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常常说要多一点爱，多一点良善，多一点公义，多一点希望。但主，若是离了你，这些都是虚空的口号，唯有在你里面，这些才是真实的。主，你将你的爱充满我们，差派我们在世上传扬你的爱，帮助我们渴慕生命的成长，以谦卑的心聆听你的话语，实践出来，让世人看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活出爱的群体。感谢主。现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祷文起身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二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1到5节、12到15节、34到35节，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我们一起来攻读。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一向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晚餐的时候，魔鬼已把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把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又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并用束腰的手巾擦干。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为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老师，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我也要你们照着我为你们所做的去做。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这样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金句，今天的金句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请翻开周报第1页下方。我们一同来读2次。约翰福音13章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章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在他所定的时刻，能够大家在一起聚集，回到家来亲近主上帝。我们也特别要欢迎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有一位谢振龙弟兄就住在我们附近，谢弟兄，请起立，我们拍手欢迎他，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的欢迎，欢迎你能够继续在这个大家庭。还有其他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吗？请坐哈。刚刚在报告的时候，我们特别有在说到有一位家人，就是廖天才长老安息，再来这个礼拜六11月9号下午1点告别礼拜结束以后，如果有要去金山平安园在那个地方参加安葬礼拜的弟兄姐妹，请我们要实名登记，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家属掌握人数，我们一起陪伴这个家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进入了11月，有2个元素提醒我们：当我们回顾2024的时候，我们献上什么的感恩？在2024，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什么记号？因此，在招待桌，你刚进来，不知道同工有没有给你这个？我们今年的圣诞感恩的主题叫“寻找圣诞”，但是这个“寻”是巡逻的“巡”。巡逻的巡，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命中间，你每一天好像在看什么？今天尤其 AI 的时代，你的眼睛希望人讲看那目睭比胃较大啦，我们好像想把什么都吃进去，所以你眼睛在寻找什么？你到底在寻找什么？好像在巡逻，而不是在寻找。你好像在监视，在看着什么？可是它有没有真正的进入你生命里面？我们盼望今年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再次在你的生命中间复活出来。所以今年的主题寻找圣诞我们的同工用了一个好大的好多人在那边寻找的样子，我们也要去寻找。后来我才发觉，他不只是画了一些人头，原来里面有很多的学问。所以你可以回去找一找，看看我们的佩文牧师在哪，还是我在哪还是它里面还是圣歌队在哪里我们有很多的服事，甚至你有参与的，它让我们借着这些服事来巡视，来寻找圣诞。那这张 DM 最重要，你可以发给你的邻居，邀请他，因为我们把今年做的福音茶会的场次，我们圣诞节的一些特别的活动，从感恩节开始11月23号礼拜六晚上的感恩见证会开始，每一场都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分送给你的朋友或者是你家人，因为在这张的后面有一个你可以参与的，它看起来是简单的一个线条，让你可以来画画，或你可以用贴布的方式、拼贴的方式，它有一个参加的办法是你自己来创作也可以，你邀请你的小朋友、你邻居的小孩子，让他们一起来创作，看起来很简单的线条，但是它旁边有很大的留白，让我们自己在生命中间巡逻寻找的时候，你盼望旁边的留白它能够展现些什么。你画好以后，可以照它上面的办法来参加。如果你觉得画完以后不知道怎么报名，礼拜天拿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的招待同工可以协助你来完成这个报名。我们在12月初截止，12月中我们会请一些朋友老师来帮我们一起来评审，来推选出比较恰当表达意境的，
我们盼望在圣诞节的时候，也可以在教育馆把它展示出来。借着这样，我们一起参与今年圣诞节的2件事情：一件让自己来回过头看2024，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回应他？第2件事情，我如何跟人家分享这个奇妙的故事？不是2000年前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人看到他。我今天告诉你，我也真的没有看到他，但是人家会看到你呀，会看到我啊，然后呢，他们就会看到那个耶稣。就好像我们刚刚在读的经文里面，借着我们彼此相爱，借着我们的见证，人们要寻找到他生命中间的救主，至好的朋友耶稣基督。所以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可以拿个2、3张、1、2张回去，自己或者让家人或让小孩一起参与在今年我们圣诞系列的特会中间。我们也感谢主，在我们每一年宗教改革纪念日的时候，我们都有培灵会。我们今年感谢主，邀请洪永恩牧师，在莺歌教会洪永恩牧师，他昨天晚上已经带领我们一场的培灵会。今天2场的主日礼拜一样，他要带领我们，盼望主再次借着他忠心的仆人，借着上帝自己的圣言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得着饱足。洪牧师今天要用爱来成全的福音，我们请洪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领受神话语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请你来，在你的儿女的敬拜当中设立你的宝座，让我们守节清心的敬拜你。亲爱的主耶稣，请你来，再一次用你在十字架上牺牲救赎的恩典，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也让我们能够洁白如雪。亲爱的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在每一个神你儿女的内在生命的当中，将神你自己丰富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我们得蒙神的拣选是何等的宝贵，也让我们有勇气倚靠着你给我们的爱，能够活出神你要我们活出上帝儿女尊贵的样式。今天早上的礼拜，是你再次要恢复我们身份重要的时刻，愿你在我们当中做奇妙恩典的工作。我们在领受你话语之前，我们在你面前预备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一同在这个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有机会再次把我们心中生命当中很多听见这世界的声音，我们先暂时放在一边，因为今天我们单单分别为圣这段时间，是为了要听主的声音。昨天晚上在宗教改革纪念的培灵会的当中，我们透过在旧约当中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也透过主耶稣对门徒的呼召，我们真的去感受到上帝真的是用心良苦。上帝给了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一个属于上帝国儿女尊贵的身份，以及关乎我们所期待永恒生命终极的盼望，就是领受丰盛的生命，并且要成为他人的祝福。但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在唱那2首诗歌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在那2首诗歌在唱的过程的当中，你心中会不会有许多的心虚的感觉？原来上帝借着耶稣的爱放在我的里头，这个尊贵是这么重要，可是我的生命却好像活不出这种可以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命。我想带着这种又期待可是又羞愧的心情，我想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仍然一次又一次每个礼拜来到这边敬拜神，每个礼拜也接受差遣回到那个让我们充满挣扎的世界，我们都很努力想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式。
我们每个礼拜的聚集，一同服侍，一同团契，一同祷告，我们都期待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的礼拜都会带给我们生命有真实不一样的改变。因为我们知道，也期待耶稣的来一定会在人的生命做了改变。因此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包括我自己也是。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刚刚有读过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预备来。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会背这一节经文吗？你会喜欢这一节经文吗？会喜欢是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我们大家都期待一个眼睛被吸引的，叫做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我们都希望旧的事情能够过去。为什么希望旧的事情过去？因为我们知道旧的事情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堆叠，成为很多时候我们脚没有办法往前迈进的阻碍。许多人的生命当中，也在旧的事情的当中，常常不断的瞻前顾后，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有勇气去抛掉过去缠累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可以依靠耶稣给我们的盼望，走向未来。虽然我们喜欢这节经文，虽然我们也带着盼望能够走进上帝借着耶稣给我们的救恩的里面，可是我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曾经有过这样子的失望。这个失望是真实的，因为是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跟我分享的。因为上个礼拜他受洗，结果他下个礼拜就跑来跟我说：“牧师，奇怪呢，受洗之后除了那个水点在我的头上以外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真实的吗？”我说这是真实的。除了在受洗的过程当中，那个 moment， 那个神圣的时刻，我们仿佛在那个当下，上帝透过圣灵的感动，把那个与他至高无上的神跟人立约的那种感动，在那一刻放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有勇气在上帝众人面前做这个生命永约的告白的时候。可是当离开礼拜堂之后，那个神圣感仿佛随着我们所面对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很快就消失不见。我们真实的问题困境是，我们发现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好像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套一个数学的公式，我 A 加 B 就会等于 C 这种标准的答案。当上帝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放进来了，奇怪，我成为基督徒了，我也勇敢的在人面前说我是基督徒，我也勇敢的在人面前3餐我都会祷告，不怕人的眼光。可是为什么我的人际关系没有改变？为什么过去面对的诱惑试探，我最后做的决定也没有改变？许多时候，当我们期待因着信耶稣有一些改变的时候，可是我们却常常失望，怎么今天还是一成不变？当我们四处打量，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期待的，好吧，我没有变，那我来看看我弟兄，至少他要变吧，他信主比我久，他们家都4代都是基督徒，所以我可以从他身上看出一些改变。可是好像他也没有变。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四处端详我们身边的人，他的生命有没有因着这个信仰在改变的同时，其实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旁边的人也在打量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因为这个信仰而改变。我想今天就是我们一同要经历，到底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改变，用什么方式来改变。几个问题邀请我们大家一同来思考。不管我们信主几年，1年、5年、10年，或者是说牧师我是第5代基督徒， anyway， 想想从你你确定你的信仰，你信主以来，你检视你的生命，哪些地方更新了，哪些地方改变了。或许你说我不知道，那你可以问你身边的好朋友或你的太太，她最清楚了。看看你的生命哪里更新了，或者有哪些部分从你信主至今仍然一成不变的地方。我想这是我们真的每个基督徒每天都要思考的。我们教会从去年7月开始因为整个社区事工开始展开，我们做了长辈的据点。
那长辈据点一开始，我们当然邀请松年的弟兄姐妹能够一同当作酵母，能够透过这样子邀请他的社区的朋友，那些长辈能够一同走进教会。感谢神，我们在整个一年 run 下来之后，我们已经有我们这一群的长辈，有一群30-40位的长辈，有大概2/3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有1/3是社区的。经过一年过去了，大家从陌生到熟悉，开始慢慢融入在整个活动的当中。最近我开始听到我们的服事的同工开始有一些的问题反映出来，说：牧师，你知道吗？在我们的长辈有时候他们吵架起来跟小孩子吵架是一样厉害的。我说怎么了？他说社区朋友基本上他们可能来教会没有很久，他们还算客气。可是他觉得最麻烦的都是那些在教会已经很久的长辈，他们常常为了小事，为了便当的菜色好不好，在那里怎么样发脾气。在那个地方他都觉得哇，怎么办？我们做社区事工就是为了让这些社区朋友他们去感受到，原来在基督信仰当中会有不一样的。可是每次来，当长辈在那里挑三拣四、嫌东嫌西的时候，他们的那个额头边都3条线不断的这样子刷下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也真实的反映出一件事情：当我们期待福音被宣扬，当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成为他人祝福的时候，就如同许牧师刚刚提醒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预备好了，要成为向这个世界诉说的那个福音见证的本身？我们也期待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我们期待我们身边的人能够改变。可是为什么我们说发现人生命的改变是如此的不容易跟困难？因为我们的生命真实存在了好多我们看不到，可是它却存在的什么呢？那个叫做地雷。弟兄姐妹，你生命有没有地雷？做个统计一下，自认为生命有地雷的举手。谢谢你们的诚实。什么叫地雷？地雷就是平常你看不到，平常它也不会显露出来，但是当某些关键性的时刻，当碰到某些议题的时候，或者是当人说了某句的话的时候，那个地雷就怎么样？会爆炸。对，地雷的爆炸有什么特性呢？自爆，然后呢，伤自己也伤人。所以地雷的爆炸绝对没有人得到好处，因为埋地雷的人自己也会受伤，而身边的人也会跟着受伤。我相信刚刚勇敢举手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很诚实的知道自己的生命有地雷，不管那个地雷是什么。牧师有一些话继续的要问，想想这个地雷在你生命当中存在的这个地雷，是在你信主之前就已经有的地雷。如果这个地雷在你信主之前埋到现在，一直都在那里，那牧师要问的说，当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你有没有认真的跟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把那一颗的地雷怎么样能够慢慢的消除？我说牧师太难了，地雷就是没有办法消除。我当然知道埋得很深就很难消除，可是可以拆引信吧。我自己都做过战斗工兵，我知道当要地雷它本身不会爆，它会爆是因为上面有一根引信，当引信被触动的时候才会爆。或许地雷我们过去生命当中经历的挫败受伤，那个雷埋很深，我们拔不掉。可是我们可以在基督信仰当中求上帝帮我们把那个会触动的引信怎么样慢慢的磨掉，让它不那么敏感。当你成为信主的人，如果这个地雷是在你信主之前就埋下的，你是不是曾经好好在神面前恳求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把那颗地雷挪掉，因为我不想伤人，因为你给我的命令是要我去爱人。另外想想，如果这颗地雷是你信主之后才有的地雷，那牧师就要问你，你怎么了？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还不断的在容许自己的生命不断的埋雷进去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面对的真实的困境。当这些地雷真实的存在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在信与不信之间不断的挣扎，在世界
与上帝国之间不断的摇摆。我想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都期待自己的生命会不断的被改变更新。我不晓得你刚刚有没有仔细听，我们都期待自己的生命不断的被改变。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有办法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做什么改变，我们的生命是被改变的，待会牧师会跟你说。但是如果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生命如果一成不变，即便信主多年，我们所信仰的基督信仰若不能够带给我们生命当中有雷的除雷，过去有受伤的去经历上帝的医治，那么我们所夸口，甚至我们所要向这世界宣扬的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在世人的眼中将是可有可无。或许你会想抗议说，我也想改啊，可是就是改不了。我也想不一样啊，可是为什么每次要改的都是我？为什么改的不是他？当我们的生命不断在这边呐喊的同时，弟兄姐妹，你就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挣扎是多么深。其实不止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地雷，耶稣跟随耶稣的12个门徒，他们在跟随耶稣3年多的时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的生命也都有属于他们生命当中的地雷。耶稣的门徒之间当中，有的人性情暴躁，有的人看钱重要，有人想当头，有的人却爱比较，有人想要做耶稣的左边右边，有的人却正计划着要将耶稣出卖。耶稣与这一群门徒相处这么长的时间，耶稣当然知道每一个门徒他们生命真实的问题的所在。然而耶稣知道问题，他知道上帝差他来道成肉身，把上帝国的福音带下来，就是要帮助这一群的门徒因着信跟随，而他们的生命当中的雷一一的被福音磨塑，一分一分的去重回上帝起初所拣选他们、创造他们美好的形象。耶稣在陪伴门徒的过程的当中，也就是一次又一次透过福音的真理，帮助门徒的生命要做排雷，帮助他们脱离罪的捆绑，恢复起初上帝创造每个人生命的样式，活出一个在地如在天，真的让人称羡，并且能够让他人得福的生命。然而这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耶稣一陪就是陪3年半，如今已经来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就当耶稣与门徒走进最后一趟的旅程，在他们进入耶路撒冷之后，耶稣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该对他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问题对症下药的时刻。拆除地雷该怎么拆除？在那一天逾越节的晚餐的晚宴的当中，耶稣给了门徒开了药方，这个药方就叫做彼此相爱。或许对每个弟兄姐妹来说，彼此相爱是我们从小到大在教会当中都会听到的。或许在我们的当中，主日学老师、我们的青少年辅导也提醒我们，小朋友不可以吵架哦，然后你们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的第13章34节，我们一同再把今天这个金句念一次，好吧？预备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开的这个药方怎么样？有没有让你讶异？对你来说，或许这个叫老调重弹。不要说基督徒了，或许对我们来说，就是连一般的非基督徒都知道爱很重要。特别是这一条的诫命，相爱，爱这件事情，对身为犹太人的众门徒来说，他们早就知道了。因为他们不仅明白，他们不仅知道，而且他们从小就背诵。因为他们从小就被规定，他们要背诵，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位神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的耳提面命提醒他们爱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爱能够让他们能够去明白上帝如何拣选他们成为他的百姓。然而当上帝与他的百姓之间爱的关系最后只停留在
人的背诵，甚至留在他们的衣角，留在他们的门框上面的时候，一个基本的道理，不代表他已经学会。就像一个人能够把食谱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当这个人走进厨房，当你交了一堆食材在他手中，最后出来绝对不会是一道又一道的美食。耶稣为什么给了众门徒一个他们从小都知道的答案？爱。与其我们说是耶稣告诉门徒要彼此相爱这个答案，其实更精准的说，耶稣在告诉门徒这个答案之前，耶稣已经先用他实际的行动，把他所要告诉他们的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耶稣已经先行了出来。好，耶稣给了门徒一个很好的榜样。在今天的经文，我是从后面往前推。耶稣会告诉门徒讲彼此相爱，给他们这条命令是之前，因为他自己先在这个晚宴的当中，在这个逾越节晚餐的当中，耶稣在门徒的生命当中做了一件他们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耶稣用为门徒洗脚，深深的表达他对门徒的爱。当天晚上，耶稣和门徒一起聚集，是为了预备犹太人自古以来，从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来，他们一直守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叫做逾越节。在逾越节这个节期的当中，在这个晚餐的当中，他们一同聚集，要守这个晚宴。耶稣也知道这个晚宴内涵非常深刻，他要向门徒表达上帝的爱，非常重要的。有一件事情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晚宴场地预备好了，饭菜也都预备好了，照着规定他们也都摆好。可是有一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没有被完成，就是饭前要做好洁净的工作，洗手洗脚。犹太人有个习惯，就是在他们吃饭之前一定要先洗脚，因为犹太人所穿的鞋，有人是穿草鞋，有人是穿的是皮鞋，那个皮鞋不是整包的，是用那个皮条状，然后绑在，有点像我们现在穿的凉鞋的概念。当他们风尘仆仆在外面走了一天，我们又知道那个地方风沙非常的大，所以当他们从外头进来要赴宴席的时候，通常都会做清洁的工作。到赴宴的地方，我想身上一定会沾满许多的灰尘，特别最脏的地方就会是在双脚的地方。因此到了宴会进食之前，他们一定会洗脚。然而主人家在对于来访的宾客，或者是对于这些入座的宾客，要洗脚的工作都是交给仆人来协助来进行。然而当天逾越节的宴席上面只有耶稣还有12个门徒，场地是他们借的，没有仆人，没有奴婢，可是他们的手脚都需要洁净。该由谁为大家做这件卑微的事呢？根据路加福音22章记载，在这一场重要的逾越节晚餐的当中，当耶稣与众门徒风尘仆仆的进入宴席，门徒们竟然忘记要去考虑到洁净的礼仪。忘记也就算了，他们竟然没有人想到要服侍自己的老师耶稣，完成手的清洁、脚的清洁，让他能够舒适的进入今天的晚宴。想想门徒为什么会忘记要帮他的老师完成这个洁净的礼仪呢？因为在这个最后晚餐的过程的当中，他们忙着其他的事情，他们忙着在争论到底在耶稣的当中谁比较大，谁比较小。他们甚至有的人心中在筹算，在这个晚宴之后，我要把耶稣交给祭司长。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们的心思都放在其他的事情的当中，以至于他们没有人去顾及到耶稣需要洁净。当然更不要说他们需要为彼此的洁净付上心力。
我想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洗脚对他们来说是自小都明白的。可是当这件卑微的事情在一群自认为我不会比你大，我也不会比你小的过程的当中，每个人都是耶稣的门徒，谁大谁小，谁服谁，谁不服谁。我想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们就看到洁净的礼仪在那个当下就完全被忽略了。当人的心中有了地位的高低，当人的心中有了不同的立场，当人的心思有了不同的打量，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坦白说，诫命很简单，可是却会比登天还要难。耶稣知道门徒们心里在想些什么，因为没有一个门徒愿意在其他的门徒面前示弱。在那个当下，耶稣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动作，他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面，走在门徒的面前，蹲下来，一个门徒一个门徒的为他们做洗脚的动作。经文的描述让我们看到耶稣一个一个做，可是好像没有门徒发出问题，直到来到了彼得的面前。彼得在那个当下才跟耶稣发问说：怎么会是你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下，在耶稣在跟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之前，耶稣用了为门徒洗脚的这件事情，把爱诠释的淋漓尽致。在那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应该为彼此生命的脏需要洁净的需要，愿意谦卑彼此，为彼此得洁净的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可是却没有办法让这一群同行3年半的门徒之间，有人的生命愿意自甘成为杯。耶稣知道这群的门徒的生命真的需要拆雷，因此他用他的行动预备要帮这一群的门徒拆掉这些的地雷，因为他们生命有好多的雷，他们有那种看权势为大的雷，有那种以自己的生命所看为重要的方向，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喜爱的为雷。当这些东西都存在的时候，生命当中应该做的，应该按照礼仪的规定而预备自己进入上帝的心意，进入上帝律法的那样子的心，完全都被遗忘了。耶稣用他的行动向这群门徒的表达他对他的爱何其的深。在我们的教会每一年都会带孩子去做短宣，我想参加短宣这一件事情，短宣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一件大家一同去做的一件任务的事情。每一年带着他们在预备短宣的过程当中，参加的孩子总是在过程的当中非常用心的预备，但是没有参加的孩子，或者是不曾了解到底这些短宣的孩子到底在做什么的这些的家长，总以为这些孩子总是在好像透过短宣好像出去玩。但是有一次的聚会，我就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说，短宣其实是我们帮助孩子在学习服侍他人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因为在这个短宣很密集的一个礼拜的当中，他们没有为他们安排任何的旅游的行程，因为他们从礼拜天下午出发，礼拜一到礼拜五服侍完了以后，礼拜五一结束，隔天早上礼拜六，就算在台东，就算在哪里，隔天早上开拔就要回到自己的家营歌。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安排游乐玩乐的行程。在这个过程，他们如果要参加短宣队，他们要在3个月、4个月之前就开始要预备教材，开始要预备培训。他们甚至要去场勘，甚至要开始跟当地的同工有一些的座谈。他们甚至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要开始分批，有的人要采买，有的人要煮饭食，有的人要张罗整个场地，甚至在那天活动之后，场地要恢复起来，因为晚上要在那里睡觉。当一开始孩子参加的时候都很开心
问我说：“牧师，我可不可以跟我最好的朋友一起睡？”我说：“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不仅要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睡，你也要跟你不喜欢的人一起睡，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房间，就是礼拜堂，我们都要睡在同一个空间的里面。他们必须带自己的睡袋，自己摊开，自己折，隔天早上收好以后，这个场地要成为一个办夏令营的地方。他们参加这个1个礼拜的营会，他们在这里服侍，他们要自己缴，每个人要缴报名费，要缴1500块。有人说：“我去服侍，为什么还要缴钱？”但是这是我们教会短宣队的传统，就是你要服侍是需要付代价。当你知道原来服侍这件事情需要付代价的时候，孩子就会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开始去认知到底服侍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姐妹，耶稣深爱他每一个门徒。耶稣为什么可以做这一件真的在当时社会的当中看为不可能的事情？就像彼得在面对耶稣蹲在他面前要为他洗脚的时候，他问耶稣说：“主啊，你替我洗脚吗？”耶稣说：“我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但是日后你会什么？你会明白。”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彼得虽然不明白，可是他一开始就坚持说：“主啊，你不能够洗我的脚，我绝对不让你洗我的脚。”耶稣却对他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那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一听到耶稣会这样讲，彼得马上说：“主啊，如果我不让你洗脚，我就跟你没有关系。那这样好了，你不要连我的身体，连我的头都什么都洗。”彼得心中在想什么？他真的明白耶稣吗？不，他在考虑的是：不行，我是耶稣的大弟子，我跟耶稣的关系应该是要最紧密的。弟兄姐妹，耶稣当每一个门徒洗完脚之后，耶稣他用他自己成为榜样，他最后也告诉门徒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为什么身为老师的耶稣要做这个事情呢？其实在第1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答案，是因为耶稣说，圣经描述说，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当耶稣看着这群门徒不同的个性，心中有不同的心思，可是耶稣他在为他们洗脚之前，耶稣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了。这群门徒不管他们的个性如何，不管他们是爱我或是要出卖我，可是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了，我爱他们，既然选他们，既然爱他们，就爱什么？爱到底。弟兄姐妹，这种心思，这种感受，就跟一个父母亲对孩子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好歹也是我自己什么生的孩子，就算以后他有出息没有出息，他以后有成就没有成就，他总是我什么心头肉，是我已经决定爱。当人已经决定了有一个人是他心头肉，是他最爱的，那么要这个人为这爱付上任何的代价都是可以的。耶稣为什么可以为他的门徒做这个在当时老师绝对不会为学生所做的事情？是因为耶稣既然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爱到底。现在中文译本说，他一向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并且始终如一的爱他。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表达，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让你想到在旧约当中，上帝跟他百姓的关系是什么？守约、施慈爱。这个词在整个旧约当中，是不是3不5时不断的出现？上帝既然与人立了约，人会背约，可是神对于约永远都是信实而不改变的。既然上帝选择了与人立约，神的爱就不会改变。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爱变成是一个人愿意为另外一个人付出，自甘成为卑，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那个挚爱、真爱在他里头成为他的决定的时候，那么所有爱人的行动都只会停留在表面，甚至会有选择。今天我有能力我爱你，明天我没有办法我就放弃你。
想想在你生命当中，如果有一个挚爱，不管你爱的是人，或者爱的是某一件事情，当这件事情在你心中被你紧紧的看为重要的时候，你会为这件事情、为这个人付上任何的代价。所以，一个婚姻如果能够长远，其实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两个人感情到底好或不好，重要的其实最后你会回头发现，原来是那个最起初的那个约定。我既然约定了要跟你怎么样，一同白头到老，我就在这个约的当中，我决定要为这个约、为这个爱付上任何的代价，即便你的脾气都没有改，即便你的坏习惯到老还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在这个约的当中，我却可以一次又一次做爱你真实的行动。爱不容易，它是需要透过操练来的。在我们教会2021年开始做了整个教会全面性的门徒训练之后，我们开始感受到原来门徒生命的塑造对一个人领受福音真理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在我上的门训班当中，有一个老妈妈，78岁，她女儿本来是在北大行道会，在我们对面北大行道会聚会，因为老妈妈她习惯听台语，所以后来她女儿就陪伴她来到我们的教会，然后就交给我说：“牧师，我妈妈她比较习惯听台语，交给你。”我说：“好，那样嘛是赶快，你一样要听，要上什么门训的课程。”因此，因为她听台语，可是她理解力又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最后这个门训就我跟她上，我跟她1对1上。有一天上到关于上帝爱人这件事情。那一天，我就发现他的眉头是这样锁起来的。我说：“刘妈妈，怎么了？”他说：“讲爱彼此相爱，做困难的呢。”说发生什么代志？他说：“我讲台语啦，可能比较传神了。他讲我跟阮大某查某囝住做伙啦。他大女儿40多岁、50多岁了，没有出嫁，所以他跟他的妈妈是相依为命住在一起的。他说：“我女儿有起床气，她的上班都是中午，因为老街的工作大概都是中午以后才开始上班，所以他说他女儿每次要上班之前妈妈就是这样子，害怕女儿上班迟到，所以要去把女儿叫起床，因为女儿晚上可能追剧啊，晚上可能太晚睡啊，早上就爬不起来。可是麻烦是他的女儿有起床气，每次妈妈去叫他女儿总是先发一顿脾气说：我知道啦，我知呀啦，时间还够有嘞，你别等下你知道妈妈的个性女儿会有这个个性，表示妈妈的个性也不是好惹的然后妈妈马上就回头就呛他了，对不对你大概那讲，大概没符的事，你给我等下你啥又抱怨说什么都不叫你，都不告诉你，都不提醒你，你说你就那一句来一句去，每次都是这样。然后他心里就在那边叹说：“你在被安诺。”我说：“有妈妈，我们今天上完门训了，今天回去要写作业。你说写什么作业？我78回就叫我写作业。我说我们的作业不一样，不用写的，用做的。我说我教你一招。我说哪一招？你回去恁查某囝你隔工或者哪一天你搁甲叫伊脾气搁起来时你莫甲伊大细声，头前讲的拢莫搁讲啊，你干那讲一句话就好啊。伊讲哪一句？你甲讲查某囝，耶稣疼你，母嘛足疼你，其他话莫啥，莫加讲。我就看他面有难色，讲牧师啊，我食到这个会说我爱你这件代志做啥？就更小人呢，说不出口了。我说，有妈妈，你有爱你的查某囝吗？有啊，无早就叫伊赶我出去啊，就是因为有爱，唔知安那，搁互伊留伫厝里住。我讲是啊，都有爱，都啥？该表达就该表达啦，咱表达对的话就好啊，其他的话就莫啥，莫讲就好啊。我吐一个气讲说，敢真正安尼？我讲非得你也无其他方法啦，因为你已经玩20年啊，对不？即摆不来试看卖。下个礼拜上门训课程的时候，
我看他的脸我就知道不太一样了。他来说：“我说有效呢。”伊讲什么有效？伊讲哦，隔工同款，因查某囝嘛，当下赖床，爱起入去，同款甲叫。因为那个模式，讲话模式会一样的，有没有哈？女儿开始又准备火山要什么？要爆发了哈！结果那个妈妈就深一口气，叫因查某囝的名，叫完了后，伊讲啥？耶稣疼你，母啊嘛真疼你。啊啦，讲完啊啦，滑头啊啦，啊就离开房间后。啊，但是我奇怪，因查某囝哪拢无出来，啊嘛无声，爱怎个微微压压，搁去伊门口头安尼小可探者，因查某囝咧哭了，你流目屎啦。对伊刚开始，因查某囝做少甲伊啥大细声。有一摆看因两个那母仔囝吼，相牵来教会，你知无？弟兄姐妹，你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没有那么复杂，耶稣基督给咱的命令都做简单，耶稣的命令很简单，可是只有我们凭着信照那样去做。可是问题来了，什么叫做彼此相爱？保罗诠释最深。如果你去看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们都会背的爱的真谛，对不对？当你唱完歌以后，你会不会说牧师太困难了？爱的真谛那太完美了。保罗在谈的不是人的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是这种爱。所以当我们能够去爱人，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是因为我们真实的转向神，让这位神的爱触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告诉彼得说，如果你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没有什么，没有分。你若不领受我的爱，你就没有能力能够去把我给你的命令去活出来，去继续去爱你的弟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个礼拜在读新的诫命，读新的诫命叫做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对不对？弟兄姐妹，在你每次读这一条诫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如何能够把这个诫命活出来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刚我们一开始读的大家都很喜欢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有一天我也觉得很奇怪，这节经我从小就背，可是为什么成为许多弟兄姐妹他们生命期待更新改变最大的困扰？我那一天真的好好的把圣经再看得仔细，往前看14节就说得14、15节就说得很清楚。我们一同来读，预备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为了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终于明白了，耶稣给了门徒这条命令，当然也是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是帮助我们拆掉我们生命当中的雷，是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去旧换新改变，非常重要的一帖药。可是彼此相爱绝对不是从我们自己有能力的爱、有限的爱能够做到这些的拆雷跟改变。保罗却告诉我们，原来是基督的爱怎么样，不断的在激励人的生命的当中，让人的生命因着领受基督的爱，以至于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活的不再为自己，乃是为基督而活。用简单，当你知道你的生命不再为自己活，就像那一位老妈妈一样，当她要说我女儿我爱你这句话，不是为了自己而说了，而是她知道她是耶稣的门徒，她知道这是耶稣给她改善母女关系非常重要的一帖药的时候，她勇敢的去表达，也勇敢的去做的时候，她女儿的眼泪不也是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吗？我想在宗教改革纪念日的这段期间，或许对我们来说500多年前的宗教改革对我们来说可能距离非常的遥远，时空背景以及面对的挑战不同。可是宗教改革的内涵所在面对真实信仰所发生的冲突以及许多的挣扎，至今仍然邀请着我们，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在
改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上帝的爱、基督的爱所触摸，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因此，让主的爱如果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就必须让主的爱常常激励我们。如果我们要活出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就必须让自己不断的选择为主而活。我们如果期待自己的生命能够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就必须让自己常常在基督里。愿主真的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爱里彼此成全的福音的当中，去经历福音的大能。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首的诗歌，爱会让我们勇敢。在这首诗歌的当中，也让我们再次在神面前祷告，为自己可以因着信去活出彼此相爱的诫命这件事情的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来我可以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勇敢，因为主的爱不断的会激励着我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不计较代价，我并能心向永远的阳光。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靠近更多艰难。爱是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原谅，我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让我们一同在爱里面来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的爱，借着耶稣基督救恩，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上代价，为了是将我们从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地雷、许多的伤痕、许多的骄傲、许多的罪性的当中能够挽回来。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头，也让我们看见经历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如此的珍贵。当你为我们摆上，你所做的是何等奇妙恩典的事。主啊，当一次又一次，当我们回到你的爱，主，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更多一点用爱回应你，用爱去爱他人的能力跟智慧。主啊，愿神你的圣灵一次又一次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以至于让我们成为一个承载耶稣基督福音的器皿，述说上帝你的爱，也要充满这世间任何凭着信要来亲近你的人。谢谢你继续让这份爱在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散发出去，让我们的生命为这爱成为最美好的见证。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感恩奉献，我们用感恩的心一同来奉献。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
或是不明白奉献意义的，请不必奉献。奉献后，请洪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竭力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请起立。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他替我们众人死，是为了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要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了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对我们每个人永不改变的慈爱，圣灵上帝的安慰、鼓励、扶持跟帮助，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带着我们的爱来到主的面前，愿圣灵将神的爱一次又一次浇灌在我们当中，以至于让我们有勇气爱，让我们有勇气去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不管去到哪里，都成为基督福音美好的见证，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请弟兄姐妹于殿乐结束后再行离开。愿上帝保守各位离去的脚步，满有平安。